乡亲，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解除轻度风台等日的陆上风台警报，全台湾今仔日拢正常上班上课，也毋过海上风台警报也未解除。气象局嘛提醒船只爱细致。风台虽然无来，毋过会引进大雨，中南部落雨上界明显。 受到丹纳斯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东海边风影已经变强。火烧岛红头树17暗时停止上班上课，游客嘛拢提早结束行程，坐船返来台湾。总公司暗算运输2000外游客返来台东。上的浪会很大吗？蛮大的哦，我有点快要撑不住了。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陆续有客船前往绿岛疏运旅客。 华东地区全日改变，暗个民宿订房也是受到风台影响，有不少人退房。农业部分，目前台东大麦湿屉，甲花莲的万东西瓜，拢个伫新鲜期，无得采收。到花莲农改场，伫公路乡荷叶场啊，17号早是完成抢收。已经休资了，因为它没办法套袋，所以我们就只能把伤害降到最低。稻子都是9成熟了，不赶快收，台风一来，到时候都会浮倒。 丹纳斯目前伫台湾的东部海面行向北平，对台湾威胁降低。17暗时8点半，气象局已经解除陆上风台警报，暗该是提醒海上作业的船要注意安全。那过去由于比较偏北移动，所以对台湾本岛陆地的威胁基本上是比较降低。不过对近海的部分，包含在巴士海峡、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东北部海面以及北部海面，还是受到它的威胁。 因为丹纳斯风台结构蓬松，经过吕宋岛时，互地形破坏，生出另外一个低气压，可能到拜六中昼进前，替台湾南部甲中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加上拜五是大楼，中南部甲地西较低地区，民众爱设立的雨水。不过气象局表示，应用范围还是看伊未来走向。记者综合报道。 咱的是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也未解除，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气象局有针对15个县市发布大水洪特报，来听气象局8点40分详细的说明。 所以兰屿地区到目前为止，过去3小时的累积降雨量将近100毫米。那我们提醒大家，今天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各地会有断断续续下雨，尤其在 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气象局尤其针对嘉义以南的地区、恒春半岛以及现在的兰屿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因为在下午以后，除了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太阳的照射的午后阵雨可能会给这边带来比较大的雨势。这是第5号台风的动态。另外，请留意的也是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提醒大家，台风 它是在整个大低压带中，目前另外我们要注意的系统是菲律宾西方的低气压。这低气压目前仍然是个低气压，以它所处的环境，今天白天还是稍微有机会稍微再增强一些的，但今天晚上到明天，它进入的环境可能相对而言就不理想。但是整个系统是北上影响我们的。 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今仔日咱全台湾拢会落地渐雨。过渡了后，对流较旺，加上菲律宾的西边，即马有一个低气压往北，南部、中部山区雨会较明显。而且下暗到明仔，中南部、东半部山区有可能会落大雨，也是大水雨。搁拄到大楼，所以沿海的乡亲一定要注意。 雨会一直落到午日才豆豆停，无落雨的时会感觉较热，各地高温大约是31度到33度。风台虽然无来，毋过雨水较高，嘛呛真侪水流奔扫到台南市昆新安平港，大部分拢是玻璃拢的饮料杯啊、塑胶干仔、玻璃干仔一寡物件。环保团体又讲，应该是二人企业奔扫，顶礼拜落大雨，才会冲到出海口。 环保局以清海岸的志工，一透早就来到台南安平港南堤海滩上来清粪扫，但是详细看，这粪扫几乎拢是生活的粪扫，甲过去常常看到的鱼仔玻璃拢粪扫并无相同。以保特瓶、玻璃拢杯、饮料杯的粪扫上侪，而这个状况伫一礼拜内就出现，互台南社大环境小组研究员曹立光怀疑是来自高雄。大部分是没有，
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除非是一些台风过后可能会飘起来，比较奇怪，要不然平常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第一个怀疑入属垃圾掩护场，因为它的后面就是2人席，然后只要它的管制稍微没有做好，下大雨的时候，它后面的垃圾就有可能会冲到2人席里面去。蔡律官是表示，陆地掩埋场是伫二林溪边啊，疑似是大雨连日的冲刷，害着粪扫去用冲入去河流，才飘来安平港的蓝田海岸。日记台湾的香港籍杨姓女子嘛观察到，这饮料店的杯仔是玻璃拢，并不是台南地区限定是 PP 杯加外套，并且这杯仔是拢真新，数量嘛比往常搁较济，因此是发起清海岸的活动，呼吁政府环保单位爱正视相关的问题。就是台湾其实回收率很高啊，就是有95%，但是就是没有回收的那5%，其实那个量很大。我觉得除了在政策上面需要去做以外，其实就是教育上也要多做一点。台南市环保局是表示，近期西南气流是真旺，河大雨不断，造成海漂的粪扫常常起用拍上岸。环保局清拢清袂了，近期将会阁增加人力，加强海岸粪扫的清理，漂面粪扫阁漂等于大海。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另外，伫中华湾林是有一条大排水沟边仔的沙坡啊，互人摕来种香蕉。这边是烦恼讲风台季要到位啊，假使塌掉咧，就会造大水，要求县府并调。工人伫咧大日头骹甲香蕉树撤掉，毋过这毋是一般的香蕉园，这个地点是园林大排内底。土沙积起来变成的滩地，嘛唔知影是虾米人种的，不过已经影响大排通航，加上风台都要来啊，彰化县府赶紧派人来清除。这个我们园林大排最近发现这个民众会在我们这个滩地上面会种植植物。那最近发现的是香蕉啦那因为有民众反映了之后因为大雨也快到了，所以我们就尽快去清除，所以在2天之内会把那个香蕉给清除掉。这个滩地的长度差不多有100公尺，宽差不多20公尺。顶悬上少有30-40丛的香蕉树，有一寡个已经结出规皮的香蕉。规个香蕉园贯穿万丰桥底，不过当地村长认为，这个香蕉应该是野生的，推测可能是顶游有人甲香蕉树的树根等入去大排，搁再留落这个滩地，才会生做香蕉园。旁边那个怎么可能1-2层楼高？怎么可能下去种？以前有清淤泥2-3年前清过一次而已，3年前吧。3年后到现在还没清过啦。万丰村长烦恼，若是无赶紧来清除这个土沙，风台大雨一来，就会造成淹水。彰化县府水资处表示，会较紧协助处理，嘛呼吁民众唔好伫咧排水系统内底放物件，也是政治任何物件。要若无依水利法规定，上悬会使处5万块的罚款。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虽然京都风台 Dennis 对台湾的影响降低，不过菜已经起价。台北果菜批发市场菜色平均起1成到2成，汤匙菜甚至起3成。来看《联合报》，天气热，台电发电量定定创下新高，也毋过燃料成本增加，电费钱无起，等于台电电发愈济，料愈济。今年顶半年已经了297亿，是上了钱的国营事业。来看《自由时报》，蔡政府扩大禁止公务机关采购中国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资讯通讯的产品。行政院甲国安会已经达成共识，甲华为等3间厂商列做黑名单。来看上新的劳保精算报告显示，劳保基金伫2026年会提早破产。劳动部表示讲，因为劳保的年金改革法案也无通过，所以行政院决定讲每年会先拨200亿来补这项。有1041万劳工投保的劳工保险会伫7年后破产。上新精算报告显示，破产时间比顶一届精算了的结果提早1年。劳动部指出，劳保财务问题是因为人口高龄化，佮有囡仔生较少造成的，但相关改革草案搁咧等待立法院审议，所以决定先伫明年拨补200亿。
为了展现政府就是要积极改善劳保财务的一个决心，那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5月1号已经先核定，劳保其实是一个政府开办的一个社会保险，那政府绝对会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来面对，那也会做最后的一个支付的责任。劳动部表示，到5月底为止，劳保基金收支烧扣了后，还有320亿。总金额有将近7000亿，离修法通过以前，会看情形才来评估拨补。但劳工团体认为，这不是长久的做法，根本上要为制度上来修改，唔通让少年人承受负债。原地踏步的结果，只会让问题更加的恶化。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到底是留爱还是留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留债，留一个大窟窿天坑给他们的话，那我相信将来对于年轻人、对世代是不公平的。个人化造成劳工退休了后领较长，少子化造成保费收入减少。劳团认为，这政策袂当回避问题，包括保费调整、退休了后领钱的年岁延后，还有投保薪资计算等等，拢必须要斟酌来评估，才有可能为制度面减慢基金破产的困境。记者林俊明、曾志祥台北报道。农委会昨昏宣布，讲今年10月份开始，高雄、屏东5个金蕉种较侪乡镇，要试办金蕉收入保险，保证收入55万到70万，而且政府会补助一半的保险费。不管大出也是风雨灾后，高屏地区的金蕉价数常常变动真大，造成蕉农收入无稳定。农委会早起正式宣布，将伫高雄美浓、旗山、大寮、甲屏东高丘里港试办金蕉收入保险，统计保障收入一年55万，统管70万，只要收成无够就会赔。他为了要加入收入保险，他一定要来登记，登记了以后，那农委会跟各地方政府还有农民团体。更可以来辅导农民，不管他是要内销还是外销，所以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收入保险可以达到所谓的登记的效果。农委会补助一半的保费，农民需要负担的依地区无同，同上加将近5000块，到同最28000几块。屏东县政府嘛当场表示，会搁补助1/4的保费，不过高雄市政府无，有高雄的农民当场话话希望比较。高雄市政府好像没有补助。是，我们希望我们高雄市政府是不是可以补助这个25%？在我们去年编的今年度的执行预算部也并没有这一项部分。对，那我们是目前在评估研究，看看说来年度怎么样的方式做一个形式的搭配。因为过去金蕉作物损害保险，屏东县同款有加补助1/4，但高雄市无。蕉农希望这件高雄莫阁输人。另外，农民多数满意收入保险的设计，有人烦恼金蕉种的面积会因此增加。农委会表示，所来阁会开办各种较会受灾的水果保险，袂单针对金蕉。记者王家川、面交款屏东报道。那7月份开始，林务局是甲各地方政府、警方进行2礼拜的野生动物大规模稽查，结果台北市动保处抓到8件上架制品，会移送法办。对雕刻到手指各式各样像艺制品，伫咧中国也未禁卖，无形当中嘛助长非法偷掠抢。台湾要伫明年开始全面禁卖，即马嘛甲来当卖捌甲官方登记的库存货。台北市动保处7月去高档顶艺品店查获3件像艺制品，嘛伫武达店查获着5件，但是鉴定了确定是现代像，会移送法办开发。有齿锤格式件的话，然后并且重切面，它如果有一些细致纹理的话，原则上在肉眼上就可以大概判断出来它是象牙制品，我们就会做扣留证物，然后并且可能做进一步确认的一个动作。7月初1，林务局协调各地方政府和保七总队进行2礼拜野生动物大规模稽查行动，出动1474人次，查访447间店家。因为6月花莲阁发现一只捌互瘦脚仔夹甲长掌的台湾乌熊，所以瘦脚仔嘛是稽查的重点之一。这个伫咧北高总共查获到违法卖瘦脚仔20具。除了它野生动物有危害农林作物，或者是说原住民具有传统文化记忆的时候，其他的一般状况，兽夹在相关的规定里面是不准使用的。遇到保育类野生动物的话，它可以有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1月的时阵，林务局修正野生动物保育类名录，将台湾高山仔和山姜仔对保育类除名。这个稽查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清查是毋是有出现违规偷猎、兼卖，最后并无查到。记者综合报道。
苗栗艺术控线道16公里到25公里的所在，因为路较直，车驶较紧，就好定定互车搞死。7月份佫发生3件。车开过时速约近100公里，和涂骹写的速限差真济。苗艺术控线道19.5公里附近，这个月11、15和16，小连续发生3件路杀，地点真挖近。11号这一只母狮虎可能是他们的母亲，然后因为母亲就是遭受到路杀之后，那小狮虎因为要找母亲或是要出来捕食，那因为经验比较不足，所以也就是陆续遭受到路杀。关心石虎的公民团体就呼吁赶紧救石虎，因为这毋但是因自本的栖地，更加是苗栗岛南石虎族群和台中当时后里石虎族群的重要通道。第期除了透过测速翕相等交通措施，互车速减慢，速度内爱透过设动物通道减少山石车夜间作业，甚至讲全面检讨对李溪潭到大安溪之间相关的合法工程。发生的状况也离照相机很近啊。让他能够从廊道经过，这个部分会比较好的。你做号志，坦白讲，还是很多的不一定会遵守交通号志啊。砂石车是否在这边有夜间开采，是否可以走一个比较是兼顾开采跟石虎利用的活动时间，做个稍微的区隔，然后减少对石虎的干扰。因为苗艺术控线道有高架和平面路段，目前路线主要是集中伫平面路段，地点嘛挖近苗栗岛南的石虎公园。对相关的建议和整体彻底改善，牵涉到中央和地方单位。苗栗县农业处表示，会尽量对地方政府会当做的部分先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尖椒当地的民众讲，最近山顶台湾高山啊规大阵，破坏农作物创伫街啊，甚至有高山啊爬起电火挑顶悬去电着，害规个部落大停电。新竹县尖椒乡一向以美丽的风景真出名，但是伫最近这5、6冬，高山仔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当地民众表示，因为规定破坏甲农作物，甚至讲发生高山仔黑白爬电火条啊，结果被电死，造成部落大停电的意外。很严重啊！我觉得那个真的保育保到后来他们活了，我们农民都快死掉了。我们这边造成大停电啊，对，然后停电还停到将近快1天这样，很不方便。经常会用以众击寡的一个方式来欺负我们畜牧业的所有养殖的一些动物。最严重的部分就是猴子攀爬这个电杆的时候，经常造成因为大部落整个大停电哦。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目前真侪人拢会利用冲天炮来赶赶，但是效果有限，所以建议农民会当申请补助，架设电网来保护农作物。从林务局跟县政府都有补助农民来架设这个电网。好，只要你的架设面积在0.2公顷以上，那中央这边会补助大概有3万，我们县市政府补助1万5，大概有4万5的补助给农民来架设。不过处长嘛承认讲，用赶的和架电网只是治标无治本，相关专业单位嘛是应该好好想看卖因应对策。若是高山仔伫咧破坏，也是攻击其他的动物，研判应该只是单纯的破坏和骚扰行为，请民众唔免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当朝主要是靠渔温饲鱼讨炭，也毋过最近有饲鸡业者要伫港口村附近起一个饲鸡场，村民烦恼水质会受到影响，出面抗议。大声发出诉求，反对设饲鸡场。嘉义县东石乡五股村和港口村民伫咧台61线分家大桥附近，要设饲鸡场的有定地有布条啊抗议，反对饲鸡场入来。这条就是烫6下排，涨潮阮就开水起来，引到这条水入来，放落窟窿底。你怎加洒水排来排去，有诶无诶？鱼若死，啥物负责？伊若来遮饲鸡若有这个禽流感甲迄面皮肤袂着，去迄面皮肤叫损伤，叫死去。这对国际形象拢作歹，所以讲阮地方坚决无要互伊起鸡场，就对，无大家早来试看卖啊咧。
业者按算，伫咧这片土地要申请设3场的市价场，占地总共1公顷半。当地方公所表示，地方上反对的声音，因已经有甲业者传达。若是申请资料完整，因嘛必须要依法将申请资料送去县政府做审查。畜牧场设置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与居民妥为沟通啦。那当然，程序的部分我们还是依照我们农许跟畜牧场的设置的办法去做审核。村民表示，因的气温常常拢会放炮啊、赶野鸟，而且逐个月庙时拢有祭典的活动，无适合伫咧遮饲鸡啊。希望业者会当家己取消申请，嘛希望县政府莫阁再发出执照，影响到遮的生态环境和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球星彭正敏昨暗伫对富邦的比赛，伊走转来生涯第1076分，拼过退休的球星张泰山，改写新纪录。再来一颗，这一棒哇，车步边安打出现，所以恰恰破纪录了。九局下队友共赞打，甲3垒上中信兄弟球星彭正敏送得得分，恰恰得到生涯第1076分，超过退休球星张泰山，是中华职棒得分的新障碍。其实伫这场比赛之前，彭正敏佮落后张泰山的纪录1分，但因先发只能打击恰恰3局下就成6平纪录。这棒最后是被攻击到，飞在外野方向落地安打。所以在3垒这边回来，那么在2垒垒包上也要回来得分了，恰恰彭正敏得分。中信兄弟这季伫高雄主场的最后一战，彭正敏先后得到2分，伫高雄8000外球迷面头前完成生涯中纪录。伊讲其实心情无想激动，还好了，没有非常激动。但是象迷其实当然非常激动，还是其实今天就是今年球季第一次盗垒成功比较激动。这个比较激动一点，总算19年都有盗垒成功过。彭正敏嘛表示真欢喜，总算会当有将纪录，会当超过先摆张泰山，可惜是球队最后7比8输去。赶快嘛是完成重要抗战的，各台南球队的统一赛。在右半边，右外手向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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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退了，直接上去了。2比2港军统一赛所底下拍出3分的红布朗，拍到南美国投完先发投手尼克斯，外靠这3分的红布朗推落尾以9比4赢球，推对手第1600场的胜利。先恭喜统一狮拿到1600胜。那也感谢以前的前辈努力的打拼，才有现在我们的胜利这样子。为职棒元年开始拍30季，元老球队统一赛完成1600场胜利，继续排伫中职史上第1。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进前有对4个少数族群的女性国会议员讲歹听话。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谴责 Trump 歧视言论，不过 Trump 是硬嘴巴，引起众议院议长的不满。由民主党掌控多数席次的众议院16号暗时以240票对187票通过决议谴责川普针对4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国会议员时当作过推文，涉及严重种族歧视。决议文明确指出，众议强烈谴责川普，并认为这发言确实合理化，并煽动针对美国新住民甲有色人种社群的惊吓甲受训。We condemn the hurtful and offensive comments that demean immigrants and people of color, especially if those comments originate from the White House. 在表决中，民主党全部投掉赞成票，也有4名共和党的人也做同款的选择。不过，这决议案实际上只象征性谴责，无法律的约束力。上主要目的就是让川普本人甲支持川普言论的共和党的人歹看。而在投票之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川普的批评引发了一个小意外，和表决延迟超过了1点钟。These comments from the White House are disgraceful and disgusting, and these comments are racist. How shameful to hear him continue to defend those offensive words. 美国众议院规定，议员在众议院内底发表正式演讲时，不用针对其他国会议员，甚至是总统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佩洛西这话被共和党认为违反相关的规定，要求会议记录删除佩洛西的政治用词。不过众议随后否决共和党的提议。另外，川普本人谴责决议员表决之前发推文，强调家己不是种族主义者。决议通过了后，阁发文反对党俄罗共和党员的收听，在内阁会议上继续捍卫家己的发言。It's up to them. Go wherever they want, or they can stay.
but they should love our country. They shouldn't hate our country. You look at what they've said. I have clips right here. The most vile, horrible statements about our country, about Israel, about others. 你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表示，川普爱视为女议员，是等于家己国家的言论唔是种族歧视。不过，被记者问到伊太太现任美国运输部长来自台湾的赵小兰是不是也应该回去家己国家，麦康诺却是无被回答。记者综合报道。那法国总统马克宏的新北，法国的环境部长最近是向媒体压空，讲伊伫咧做国会议长期间开公款真好料的，而且开公款去反厝引起批评。尾下呢，这部长主动示透露。去年9月，上任法国环境部长戴富杰最近向网络媒体表讲，在2017年到2018年担任国会议长期间，甲因某食车祸香槟两盒，甲1年1暗顿。佮用6.3万欧元，差不多新台币203万，总红官写，因为拢是民众纳的税金。伊搁伫法国西部故乡南特，想向南权用低收入劳工的优惠介绍，做公务摕来度假。一开始戴富杰便讲，主办用餐活动是代表国会工作的一部分，总红官写嘛是合法的。按照故乡公务到低收入劳工会当做，伊唔知影。不过媒体讲，佮要继续将伊伫议员时期的丑闻逼出来，可以袂堪咩？戴富杰赶紧宣布请辞。Pour ce qui est du gouvernement, il s'agit là d'une décision que nous saluons pour ne pas le polluer avec ses affaires et avoir toute l'attitude pour pouvoir se défendre face aux accusations dont il fait l'objet aujourd'hui. 马克宏政府赶紧处理，替戴富杰请辞讲一讲，虽任民政交通部长博纳接任环境部长，希望影响降到上低。Obviously, this is a blow because he's the number 2 of the government. He's the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 has been a key issue for Macron the second half of his mandate. 戴富杰传出丑闻的时阵，不管马克宏改革措施，袂当关心民众需求的加运动，已经令法国拖了真久。分析认为，这事件更加显示马克宏政府脱离民间。按照伫戴富杰之前，今年环境部长余若，去年8月，这是不管马克宏环境政策向请辞，震撼法国政治界。算算的，为马克宏2017年上台以来，已经有4个部长离开了。记者综合报道。地球上北边有大人的所在，加拿大外北极海域的一粒岛叫阿勒特。去年7月份的时，日时平均的温度无超过10度，也毋过这个月14、15，温度却拢超过20度。气候反常真厉害，因为60年来温度毋捌遮悬过。加拿大上北边的离岛村落阿勒特，遮的人口无甲100人。伊伫北纬82度18分，西经62度30分，离北极只有817公里。全年拢是安尼极细景色。这个月14号也是拄过一礼拜日，气象站测到日时的高温达到了21度，刷新了1956年20度纪录。经过下暝时同一时间，离4000多公里外，挖到美国边境的卑诗省维多利亚，温度也阁比阿勒特较低。24号清暝到15号透早，阿勒特当地气温无比15度较低，天光了后共款超过20度，连续2天拢比20度较悬，也是毋捌有的纪录。深入北极圈的小村落已经是安尼，中加纬度地区就更加毋免讲咯。今年热天以来，为亚洲甲澳洲一直传出超过了40度的高温热浪，造成了人民伤亡，引发国际红十字总会严重关切。Heat waves are one of the deadliest natural hazards facing humanity, and the threat they pose will only become more serious and more widespread as the climate crisis continues. Globally, almost 5 billion people live in regions prone to heat waves. The people at greatest risk of negative health outcomes and mortality during a heat wave tend to be elderly people, very young children, pregnant women, those with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s, and people working outside. In addition, high fatalities can be common among people who live alone and who are socially isolated. 不过，红十字会也强调，热浪是用预测的灾害，也是用预防的。16号记者会同时提出了都市热浪防范指南，指出各个都市地区应推动的措施，比如建立热浪预警通报制度，加强医疗体系甲社区宣导，
长期来讲，应该注重都市的绿化，包括加种树啊，保存都会绿地空间，甚至违停车辆、禁止进入区域等等。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面册发起讲要装入去51区的活动，51区就是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管制区。要去遐目的是要看外星人生做是圆啊扁。网络顶悬安尼招招的，竟然就有100多万人报名要去参加。也毋过美国空军是警告大家千万唔通乌白来。军生笑收过头啊！有网友伫人面册发动硬弄51区，因无法度阻挡咱所有人的活动，爱民众早日去美国内华达州空军基地来参观外星人，搁爱大家学网啊！火影忍者内底的主角鸣人走干那像比庆记搁较紧，吸引100多万人起讲要参加。It really does seem like, this joke is just, it's created a monster. It's insane. Our phone literally has not stopped ringing. 51区伫咧拉斯维加斯西北方超80英里的所在，真侪年以来一直是阴谋论的人讨论的重点。因认为美国政府隐瞒外星人的资讯，而且直接甲掠到外星人来做试验。1947年，新墨西哥州发生真有名的罗斯威尔事件。迄当阵有一个唔知是啥物物件落落来，就去用传讲可能是 UFO。1989年，家己讲是物理学家的查甫 Bob Lazar 就电视专访的时阵，佮家己伫51区做工课，而且佮有听过外星人的 UFO。新编的51区对迄当阵开始就变甲真有名。美国空军嘛，因为安尼发真严格的警告，表示讲这个所在是空军的训练场所，任何人想要走入来，拢会去互阻挡，千万唔通相信网络的军生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转来咱国内来看，哪日即马拢知影谁要出来选总统啊？那台北市长郭文哲敢有要选？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分析讲，卡苏哪日甲伊三卡赌，要选赢无简单，真困难。安那才会赢？伊甲大也想无步。那就编预算，就照程序走嘛。那日总统初选的结果出来啊，现主席是蔡韩对决，郭文哲敢有要参选嘛？互大家特别关心。彭哥上新的民调显示，郭文哲的支持度第一届大概2成以下。现在要造势，要那个我们也没有花钱，没什么，所以差不多的。我们台湾曾经研发原子弹，研发到一半就被就没有了。那你的原子弹是指什么？我在想啊。针对民调的数字，郭文哲敢若笑笑啊，毋过伊嘛分析哪日两个对手，认为讲总统蔡英文已经做3年外，会当收集资料来做评估。若是针对目前执政的绩效，伊是批评讲总统蔡英文听无百姓心声。颠倒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引起的寒流，已经超过2014年郭文哲访台。老百姓讲的话，他也听不懂太多嘛，不然一立修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如果皇上英明神武，国泰民安。鬼才要当乞丐，那韩国也是完全不可测嘛。这个是其实慢慢的解读韩流现象，不是韩国一个人的问题啊，是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背景为什么会形成点一根火柴丢过去，如果没有汽油在那里，那根火柴就熄了。郭文哲嘛是还未讲敢有要参选，毋过目标嘛讲，若是落尾决定讲要参选，面对拿赢甲劣赢的竞争，可能嘛是爱利用毋是传统型的政法来吸引选民。记者综合报道。国家通信委员会公布5月份电视新闻拢在报上较侪，结果加算算的报上侪的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其中中天、TVBS、年代这3台报上侪。针对民众投诉电视新闻报道对特定人物报道比重无同，国家通信委员会 NCC 17下晡公布5月份电视新闻报道观测，结果发现部分频道对特定人物的报道比例有关偏悬。NCC 嘛点名中天、TVBS 和年代是报道韩国瑜新闻量上多。因为广法里面有规定说新闻报道要刚刚说明过，就要注意到那个公平原则嘛，也可能第一名报道特别多，然后第2名以后就一点点的这样可能就是比较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啦。NCC 观测11个频道汇整出5月份新闻标题出现上最简易的13位特定人物，搁再亲自分析，报道时间前5名是韩国瑜、郭文哲、郭台铭、蔡英文和赖清德。但是外界关心每一个频道拢是以倒一寡特定人物为主，除了台视是郭文哲、华视是赖清德之外，其他拢是关心韩国瑜。虽然特定人物不同款，但是嘛是高度集中伫咧高一人。5月份，因为这次民进党他们当然党内初选，可能当初可能在这议题
也是有关系啦哈。那可是我们知道他们初选结果是在6月份是出炉嘛，可能谁跟谁比对民调如何，可能所以会有这些政治人物比较会在那个媒体露出的机会比较多。NCC 表示，和3月比起来，超过一半的新闻频道报道特定人物有明显的下降。其中，中天报道韩国瑜伫3月占所有特定人物比例达到88%。虽然5月有降2成，不过嘛是占68%左右。新市的提观测报告来或者的频道 ，NCC 敢若讲，目前以观测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总统蔡英文访问加勒比海友邦的最后一站是到圣卢西亚，因的总理有亲身来接机。咱总统这一抓头一站，伊是要去参加圣朱德病院中建的动土典礼。圣朱德医院在2009年曾经不幸遭遇火灾，除了同感不舍，我们也非常希望全力支持医院的改建，来提升医疗的品质。总统蔡英文有讲，咱台湾医疗的水准全世界排有名的，全世界同人知。咱的医疗团嘛，正接去友邦做交流，这是该协助圣卢西亚去病院，就是要来展现温室的外交。总统嘛讲，咱台湾甲这个国家伫2007年的时个建交，因的总理正支持，所以即马咱双边的关系是真好。伫咧农业、资通讯一寡所在，拢有重要的合作。美国《Time》杂志公布网络顶悬25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上界特别的是，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嘛在内。香港反送中抗议持续1个月过，到即阵也未结束。最近国家是遍地开花，战线拖到18个区，国际社会嘛持续关注。美国《时代》杂志甚至讲将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列入全球25名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因为这届抗议非组织动员，无主要抗议领袖发起，全部透过网络平台，加密同性软体串联所有示威民众。现在这个运动模式其实是很多是来自一般群众嘛，而且现在的动员方法也是在网上嘛。反过来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运动里面其实也找不到一个代表性的人，那所以反过来这样的形容会比较去中心化。现在我们还是在争取一些诉求，还有说还有受伤被捕，所以这些我们还不能说这运动是成功，但我们会继续下去。部分香港的社运团体表示，反送中示威运动特别的所在，唔拿抗议行动透过网络平台协调，包发动国际物资，或者是转发法律援助等资讯。国内学者是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更加参像是一场直接民主的抗议。他们在这样的选举几乎都不太可能说去赢得整个政府的一个主导权，必然都是亲中国的建制派在主导，这已经是类似一种直接民主的一种抗议的方式。学者表示，反送中抗议行动时程已经摆到9月，已经唔那是反对单一条例修法，即马已经升级做反中行动。若是抗议持续落去，出现失控也是规模扩大，北京政府一旦介入，无排除会发动戒严，香港国际经贸重点的地位会冲击不哩啊大。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唔那只有少年人在抗议、在参加，在昨昏就有一场恬静游行，出来行的老人，拢是香港的时代。发起人讲，有超过9000人来参加。手提支持新年，守护香港布条，是这场老大人今日游行的主要诉求。发起人之一是占中九子之一的75岁牧师朱耀平。有介共款这么侪岁人参加，有一阵中年人伫出大日头日子，嘛要上街头消停少年人反送中。57岁歌手黄耀平，甲71岁金马影后叶碧涵伫队伍中带头响应。如果唔係你哋嗰個惡法已經係過咗㗎啦，所以我哋好感激，同埋希望你哋即係唔好受傷，堅持落去，你哋係做得啱嘅，你哋冇做錯。因為呢個政府真係將人民同埋警暴真係擺埋一齊對立嚇，我覺得呢個係唔可以匿喺警棍後邊嘅，要繼續出嚟回應我哋嘅訴求。遊行主辦單位希望我這老大人了解少年人抗爭動機，並呼籲政府創造對話條件。講撤回修法已經無夠多，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向警察甲少年人公道。遊行會照大會園開始，行到政府總部，稍微昨暗時6點半結束。
主办单位讲有超过9000人参加，警方估算上济时是1500人。而家我參加咗20幾30年，然後一路都見到係冇乜進展嘅，個民主係冇進展嘅。2014嘅雨傘運動都係好和平啫，係咪？都係俾佢拖下就冇咗。美聯社14專訪大地香港律師，分析認為關送中手法吸引香港人對北京的無信任，並引發聯動危險，希望進一步爭取民主主義。And we really do seem to be stuck in something of a cycle of continuing protest, increasing police violence and increasingly violent confrontations with protesters, and then an in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give any kind of response that calms things down. 為着反送中，香港為6月以來，差不多每禮拜攏有示威，賽季繼續落去。7月上午有3場，有21個民陣集會，27位紅磡行到九龍城，甲28位分別為將軍澳甲港島西動員。記者綜合報道。鏡頭等下咱國來地方放送頭來看500年歷史的這文化的厝，這是伫咧新北市的北海岸馬公漁村。也毋過這個所在有土地產權登記，當地民眾是正想要保存。昨昏的時，新北市文化局召開文資審議會議，初步認定馬公漁村有保存的價值。坐伫咧東北角海岸線海旁，才有一棟真有歷史的百年舊厝，這是石岡漁村。居民面對土地產權爭議，因為早期居民甲地主租地來起舊厝，敢若地上權。最近土地產權叫建商買去，轉來告居民愛拆除現地。您要開發沒有關係，可是你應該是要跟居民做好一個妥善的溝通跟協調。我們台灣這個沿海地區的一些歷史文化，可能會就這樣不見。無希望漁村變做商業消費的觀光景點。22個居民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甲馬公漁村申請登錄住落建築群，希望透過文資認定來保護漁村。17新北市政府進行文資審議會，審議委員的報告指出，馬公漁村有自然住落甲海河生態文化，初步判斷有文資價值。文化資產是以人為核心，如果你鏟除了上面所有的建築物，然後再把上面的人都趕走，這個就不叫做以人為核心的文化資產。防風浪牆，或是他們整個食物的構造，結合了常民的生活跟它的產業，而且是在城鄉快速變遷的狀況下，至今都還維持這樣的風貌，也是符合聚落建築群的基準。建商代表伫會議當中肯定馬公文資價值，才推測觀光。毋過主張這是一個土地私權爭議。馬公漁村敢會當變做新北市第一個住落建築群？新北市文化局表示，上尾審議結果要報請市政府核准，預計1禮拜了後會公布。記者綜合報道。普通一般人食營養、燒營養，攏是元宵，無就是當祭。也毋過佇咧台南的貴人，有一年過一半，佇舊曆6月15愛食半年圓的傳統，目的是要提醒大家，今年已經過一半咯。社區的士大人帶囡仔做伙燒圓仔，動作則是手，用大鼎煮熟了後，愛先祭拜祖先，才會當開始食。毋過這天並毋是當祭，是一年過一半的日子，農曆6月15，台南市規定地區食半年圓的風俗。在我們的文獻裡面可以找得到的，就是老祖先他們在那個農曆的6月15這一天哈，他們會把它比照過年的方式來過這半年。那所以，他們把這個叫做半年圓。親像是過年全家團聚半年圓的傳統風俗，就是希望會當為燒圓仔、煮圓仔的過程，規家伙仔會當互相培養感情，嘛提起一年的日子已經過一半。毋過，這個風俗為當時開始已經無法度考證，敢若知影這是佇清朝時期台灣各有的風俗，有真久長的歷史。已經瀕臨看不到實際例子。但是在我們歸仁地區跟關廟地區，在仁德地區，我們都還是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人，很多老人家，他們還是保有這樣的習俗。一起來探討相關的一個意義跟活動，再來整合，希望有這個機會能夠是我們的一個市定的一個民俗。為着無要互半年圓佇時代變遷過程豆豆的消息，地方人士拍拼推廣，希望會當互更加儕人想開，嘛希望會當爭取變成是市定的民俗活動，互這項風俗會當繼續流傳落去。記者綜合報道。
婚林斗六石榴国小长期在推广传统布袋戏，今年这群囡仔接受日本的邀请，8月份要去日本表演，也毋过出国爱开袂少，所费有限。等下公庙甲企业知影了后，出钱出力，这群囡仔嘛特别去庙埕义演答谢，嘛祈求这逝平安顺遂。庙埕伫办布袋戏，台语口碑真认同，布袋戏红仔嘛真三流。这团布袋戏是婚林斗六石榴国小布袋戏团，因8月份接受邀请去日本表演，做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有很多次都在观众的面前表演，所以还好。很开心，然后又很紧张。石榴国小布袋戏团成立几年冬，嘛培养出侪人才，一摆出国机会难得，也毋过所费爱开袂少。好佳在有地方公庙甲企业拢真斗相共，出钱搁出力。我们16国小这次说要到日本去，做认真啊，真熬。人讲食果子拜树头，囡仔特别去庙埕演，向庙方答谢，嘛祈求神明保庇这逝日本表演平安顺遂。记者综合报道。滨东馆第3座大型共用式的游戏场，最健康2500，而且附加侪特殊的游乐设施，也有专区拢是无障碍的设计。才有大型的厝厝仔，选招转盘无障碍千秋。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拢耍了真欢喜。这不是游乐园，这是滨东馆的和平公园。这边的环境很棒，然后。设施也很好玩，就是觉得有水，然后这样夏天来可以消暑，也可以玩。空间很大，小朋友都看得到，还蛮安全的，而且做的设施很新啊，目前看起来都小朋友还蛮喜欢的，而且适合老人家过来这边散步。这座总共2500平共用式公园，有真侪特殊的游具，有南高平第一座巨人之家茅草地会使野餐。若适合家长带囡仔做过来，专区无障碍的设计，嘛正适合新长者来遮佚佗。每次看到人家玩，都觉得很羡慕。我今天可以自己亲自玩，我非常的开心。和平公园内底，无过去定定看到的罐头式游具，伫几位公园进前，县府就举办活动，收集囡仔的需要甲意见，要起一座囡仔人所梦想的公园。去年也率全国之先，来聆听家长们、孩子们、身障者不同的身障业别的大家的需求。和平公园是屏东第3座大型的共用式公园，大家人拢会使伫遮找到囡仔时代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丰台季节到规农民开始抢收稻仔的造成淡切仔无地坑、行大爱排队的问题，所以云林的西里镇农会要伫个年底设淡切仔的加温保存桶。西里出产的稻米品质真好，受到消费者的肯定。但是，若是拄到风台，也是连续落大雨，农民都爱赶紧挂稻仔。地势还未大的切仔，产生保存甲维护行大的问题。行车的时间差不多爱行到大，差不多爱有30点钟左右所以会产生一个问题，讲车挂起来，你要等行车机有空档，恁较有值就行。要不过等上久，车会臭酸去。为了要改善还未大的切仔保存的问题。西里农会就向农粮署、县政府争取经费，另外农会嘛家己装钱，要来设低温保存桶，工程差不多伫年底会当完成。数据的储存桶，就是讲淡切啊挂入来，无烘干，会当咧这个储存内底放遮5天，安尼就有效的来利用咱所有的风干设备。西里农会是目前国内农会内底上大的稻米保存中心。透过增加专业设备，唔但会当减少农民的损失，嘛会当互切仔就地处理，将运送的费用省落来。可以提升很多尸骨的暂存的那个效率。旁边讲咱个切仔入来了后，会去发烧，会去发霉。低温保存的设备估计明年会当正式启用，希望会当替淡切仔争取更较侪时间，互大数设备发挥效用，好好来推广西里的好米。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报备来看，日本即马认定讲散马会愈来愈少，拢是因为咱台湾也佮有中国掠过头，所以按算今年伫咧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因要提出限制掠散马的提案。由8个国家甲地区成员组成的北太平洋渔业委員會16號伫日本東京召開。會議一開始，日本就提出唔望會當制定限制掠散馬規定。重要な魚であるサンマの持続的な利用のために早急に適切な資源管理を導入し実施することを切に願っております。日本媒体 NHK 報道，日本的散馬漁獲量為2008年開始有35萬噸，了後每一檔攏咧減少，到2017年只剩8萬4千噸，無到原本的1/4。不過中國所增加掠散馬的量，由原本的季節限定美食，變成規年透天攏有咧賣食材。另外，因為散馬佇台灣是家常料理，台灣嘛增加掠散馬比例。統計台灣佇2018年的散馬漁獲量是17萬8千噸，等於是比日本加要5萬噸。所以，這屆日本特別根據每一個國家掠散馬的量進行資源量的估算，顯示過去的3檔散馬的資源量已經減少到會當永遠維持上好掠捕數字的8成。まずはその全体の漁獲をここまでに抑えようっていうところに合意をする。今のうちにきちんとね国際的に漁獲にブレーキをかける仕組み作っておくことが急務です。日本過去捌2屆在會議上提出希望應對每一個國家甲地區設置掠捕量的限制，不過都向中國以無法度會當顯示散馬資源量的科學根據來拒絕限制。這屆在日本提出的數據之下，中國敢會同意限制，嘛變成外界關心的焦點。記者林世東報道。去海邊仔耍水，上驚拄着海堤，因為互海堤摔着足疼的。若假使伫咧水底看到海堤，你有啥物款的反应？英國就有一個節目主持人伫咧唱水的時，翕到一隻150公分的海堤，甲伊面對面，袂輸一個人遮大隻，趕緊來看。看到真大隻的白色水體伫海中游來游去，吸引大家注意。頂禮拜 BBC Earth 一個節目主持人代理，伫英國西南部康瓦爾海岸上水，來進行翕海洋生物任務時，拄到一隻看起來有1.5公尺長的桶狀水體，嘛記錄這個真罕來看情形。桶狀水體因為外形甲大細原因，有可能叫做是糞掃桶掛水體，是英國附近海域體型上大的水體種類。一般來講，會當大到1公尺左右，重量有25公斤。若逐年到5、6月時，英國海沙部其實能發現未少來到這溫暖海域，最後向拍上海灣桶狀水體。若代理拄到這隻體型特別驚人，代理表示，迄天伊甲水體鬥陣1點鐘才分開，因為種水體對人類袂有威脅。伊強調，若是拄到真毒有致命危險的生物水體，伊的反應絕對無同，一定會趕緊離開現場。記者綜合報道。若紐西蘭是有2隻騎鵝，頂禮拜6走入去一間素食店做收，店頭趕緊報警察，警察來甲帶走，無想到過幾工仔，佫走轉來。保育人士表示講，真騎鵝可能是互魚仔的臭臭味惹來的。這是2隻小拿騎鵝，第2天佇咧同一個所在被抓到。素食店的頭家為着要互警方較好抓，佫對店內面提出真鮮的三文魚干成，其中1隻先走出來，隨被摸起來；另外1隻明顯為着要找伴，對咧走出來，嘛被抓起來。Few calls about them nesting under people's houses. It's quite a common one, but certainly the busiest railway station in Wellington is an unusual one. 美斯認為，因有可能是順着輸水管來到素食店，不過素食店頭家講，伊是看到騎鵝佇港口通過車和人搖咧行入來店內面，了後米佇咧素食店較燒熱的爐仔下邊，有可能是互魚仔臭臭味吸引來的。What they're looking for is essentially a hole or a tight place that they can hide into, where they'll be safe from most of the predators that they would have faced before humans. 保育部表示，威靈頓港有差不多600對騎鵝棲息，但是頭一擺聽到因走去人的處理大。And they're trying to identify a place where they and their mate can set up shop to lay eggs.
小拿徛高目前的保育状态是伫咧濒危到肃重减少之间。保育部提醒，因是受保护的物种，莫甲挖近接触，而且有可能被夹着伤。这两只小拿徛高被带走了后，警方联络保育部和动物园将因再度放走。啊，毋过徛高对头一届走秀的所在特别介意，若是素食店再度报警讲因阁走转来咯，嘛袂互人想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是26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